上官的人已经劫了飞虎队的救护车，他们进入了昆仑庄园。上官在这儿的目标是你。美国代表是假的，真的在昆仑庄园。上官已经派人去行动了。王伟。 王飞，王伟，进来。局长。今天的唐家花园是你的重头戏，你要好好表现呢。So, are you satisfied with my yesterday's performance? 还不错。 As long as I am satisfied with the money that you give me, let alone the negotiator, next time I can play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. 要想让上官相信，必须让整个代表团出现在唐家花园。但是要确保美国会谈代表的人身安全，怎么才能让他一个人留在昆仑庄园，不参加酒会？这也用我教你吗？
很抱歉，奥普拉夫人突然身体很不舒服，有可能就去不了唐家花园了。哦，是这样。我马上安排医生给奥普拉夫人做检查。Whether it will be American。最好是美国的医生，可不可以找得到？没有问题。我让人通知飞虎队，找布莱德医生。No problem. We will set someone right away. 布莱德医生是我们现在中国最好的美国大夫。That will be great. Thank you so much. 那非常好，非常感谢。不客气。那我们先去唐家花园，请奥普拉夫人好好休息。等她稍好些，我会安排人来接的。Well, I will tell Mrs. 他 Harper. 会去告诉奥普拉夫人，请稍等。麻烦。回天代表不会有事吧？放心，药量控制得刚好，今天晚上就应该没事，不会耽误明天登记。利用飞虎队的救护车，这是我们进入昆仑庄园的唯一机会。长官早已识破您的计划。沈处长，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听懂啊。长官的人已经劫了飞虎队的救护车，他们进入了昆仑庄园。I'm Dr. Red, flight takers. Dr. Flay，飞虎队的
报告，重庆来电1号线准备。奥普拉夫人是死是活，我要一句准话。校长，根据我掌握的情报，还活着，人呢？被共产党抓走了。共产党这武器目的何在？你想清楚。美国会谈代表奥普拉的性命对中国战后格局的重要性，你应该晓得。白宫的电话已经打到我的办公室了，你好自为之。是。局长，根据现场的人报告，共产党是在保护奥普拉夫人。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啊！共产党为什么要救奥普拉夫人？我们此时此刻是处在一个历史的转折点，稍有不慎，就会在历史上留下抹不去的骂名。这次会谈，美国人并没有明确的同意给重庆政府以军费贷款，反倒提出了毛泽东的“论联合政府”，这说明什么问题？美国人在摇摆。而在这样的关键的时刻，共产党非但没有破坏这次会谈，反而救了奥普拉。这是一种政治远见呐。这种远见的结果是令美国人叹服，给重庆政府一次严重的威胁。所以，我们要利用这件事情，让美国人对共产党彻底死心。面对闪官的追杀，如果我们救不了奥普拉，或者送来的只是奥普拉的尸体，那美国人一定会迁怒于重庆政府。如果奥普拉是死在了共产党手里，那美国人和共产党就没有合作的可能了。局长，你要三思。我只是让共产党上了一课，是他们把我逼到这一步的。局长，您下令吧，左令央粉身碎骨，在所不辞。不救了。确保奥普拉要死在共产党手里。是。
手术很成功，还有10分钟就结束了。知道了。你想办法通知军统的人，让他们来这儿接奥普拉。好，等一下，从城里到这儿路上是20分钟，我按10分钟通知他们，把咱们撤离的时间预留出来。明白。峰哥，还记得小时候你教我叠纸船吗？当我想爸爸妈妈的时候，你就帮我写封信，叠成纸船。我们一起跑到河边去放船。你告诉我，爸爸妈妈总有一天能看到，所以我们去了很多次。很多次，那是我人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光。但是长大之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再也没去过那里，甚至都没有想起过那个地方。哥，真想跟你一起回到那个地方。再放一次船，可惜没机会了。如果有机会，我真希望能够参加你和花香雨的婚礼。你抢走了我最心爱的人，就是你欠我的。好好照顾花香雨，把她保护好，也保护好你自己。希望你们能过上幸福的生活，平平凡凡，普普通通。我给你们许过愿，会实现的。鹏哥，在我心里，我一直把你当成哥哥。你相信来世吗？我相信。到时候，我还是你的弟弟。7年前我就可以结束你的生命。是你杀了我女儿。对。但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杀你吗？上官失去妻子，我失去女儿。他想让我陪他一起痛苦。你只是个杀手，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。但是我可以结束你的痛苦，
是我很拿手。对，西方医院，赶快来！我经常梦到这样的结局，但这是我希望的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你才能靠得我这么近。我觉得很幸福，真的。在我的生命里，能这样幸福一次，就足够了。别说傻话。等你伤好了，我们还要一起并肩作战呢。
你叫我名字的时候，真好听。能再叫一次？南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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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立即召开媒体发布会，给共产党施压，要通过国际舆论的力量，逼迫共产党把代表交出来。如果代表在他们手里有什么不测，必须要让共产党给美国方面一个交代，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。进来。局长，陆凤打电话到警察局，要我们立刻去西山医院接奥普拉夫人。你亲自去，注意保密，不要给任何人留下话柄。是。娘，你醒醒，你醒醒啊！你叫什么名字？蓝秀。
报紧急新闻：今日傍晚时分，共产党在昆明绑架了美国会谈代表奥普拉夫人，企图破坏中美关系。我们奉劝共产党，目前正是中国抗战的关键时刻，一切要以国家为重，百姓为先，不要做民族的罪人，立刻把美国会谈代表奥普拉夫人迎安送还于重庆政府。莫西河把美方代表遇刺事件嫁祸到我们身上了。重庆在搞政治阴谋。如果我们现在把奥普拉夫人还给重庆政府，就坐实了他们所谓的绑架。如果不还，上官的人一到，万一奥普拉夫人在我们手上发生不测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吴昌能找到我们，上官应该也快了。军统的人什么时间到？最多10分钟吧。上官的人到了。陆峰，陆峰，你让我来接美国代表奥普拉夫人，我来了。你在哪里？陆峰，我是左立央，你在吗？我在，但是闪光的人现在也在，他们要杀美国代表。你放心，把会谈代表交到我们的人手里，我们会保护好会谈代表的。我知道，你们共产党也想保护代表的安全。你相信我，把人交给我，我会保护好他的。好，我可以把他交给你。会谈代表刚刚做完手术，
但是没有生命危险。我把它交给你，你要小心闪光的人袭击你。你在哪里？